專業影評人模式啟動，哪吒之魔童鬧海，當魔性紅孩子遇上中式虎爸媽，炸出100億票房的神話。以下評價含劇透，但放心，劇透程度弱於你媽催你結婚的囉嗦頻。故事大綱：這不是童話，是社畜的逆襲爽片。一句話劇透版：一個被職場 PUA 的魔猿打工人哪吒，在996加班到崩潰時，靠住父母雞湯、同事貝氏敖丙以及甲方爸爸原始天尊的騷操作，最終老師 KPI 合同大效。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熱血兼中熱完整魔幻版。一開局即地獄模式，天庭神仙職場搞砸了。原始天尊天庭 CEO 把靈珠升職加薪名額和魔丸財源黑鍋調包，結果魔丸投胎成陳塘關最野紅孩子哪吒。哪吒日常拆家物理意義，被村民霸凌妖怪，被太乙真人廢柴導師用山河寫跡圖關進精神時光屋特訓，堪稱神話版網人階段中心。2親情線虎媽貓爸的極限操作，李正賢夫人設偷偷和原始天尊簽替死契約，被網友吐槽父愛如山睇滑波，因夫人硬核老媽邊打妖怪邊兇娃兒啊娘，陪你踢毽子踢到截肢。溫馨提示：本片毽子殺傷你，堪比血滴子。3神魔大戰真相社畜覺醒，敖丙靈珠社恐打工被逼家族 KPI 水淹陳塘關，哪吒暴走憑啥要我背鍋，聯手敖丙怒拆天庭黑心專案。結局彩蛋：原始天尊冷笑封神榜那是下季度的業績指標。專業評價：附幽默暴擊版解釋，一文化符號3星堆，青銅器加抖音梗的魔性。答：優點導演餃子把太乙真人四川話教學拍成神仙版瘋狂的方言，欲虛功先學跳起。科目3結界獸根本是3星堆文物，成精跳雜舞。哪吒的煙喪屍裝被網友 P 成熬夜趕到大學生房裝，證明傳統神話也能變身表情包掃財富。缺點文化梗密度過高，外國觀眾看到急急如律令時的表情堪比中國人第一次看《權力的遊戲》龍媽全名。2技術經費在燃燒，但燒得很東方，核爆級場面，海底妖族攻城戰等於阿凡達水世界加進擊的巨人，城牆戰加重慶火鍋級，視覺辣度每一幀都在烤，看到沒？這叫中國特效不五毛。動態水墨渲染引擎的真相，把張大千的潑墨山水雕進 3D 印表機，再灌3斤二鍋頭，美到愛玫瑰球。這引擎能輸出好萊塢嗎？3深度反思當代青年的天命焦慮神話內核，哪吒的逆天改名根本是Z世代腦隊。996別用劫數 PUA 我天劫，那是我老闆的年度 OK 啊。敖丙的悲劇，全族龍肝捐上985，結果應聘天庭編制時被嫌非人證。正如小鎮做題加困境，親情爭議，李靖的替死契約引發兩極評價。老一輩觀眾父愛無言啊，年輕人這爹像極了，我都視為你好的窒息操作。建議哪吒連夜下載斷親指南，幽默暴擊金句，建議做成影片梗圖。1我命由我不由天，翻譯老闆這加班費不給到位，老娘就勞動仲裁。2人心中的成見是一座大山，現實版當你染金髮回村過年，全村年狗都對你狂吠。3太乙真人名言不認命就是哪吒的名，翻譯躺平不存在的捐死同行。觀眾反思題，影片結尾可互動投票。1職場版哪吒敖丙聯手反抗天庭，像不像你和同事組團罵老闆後繼續加班。2親情版你淨替死是偉大還是道德綁架？你爸媽是否也越過？我活住就為你。3哲學版如果魔丸靈珠是天性 vs 教養，你更信哪個？歡迎留言辯論，反正原始天尊不會理你。總評8.510。優點把老 IP 燉成麻辣香鍋級爽片，技術炸裂，情感濃烈到像被老媽連灌10碗雞湯。缺陷部分情節節奏像過山車，剛哭完就被採進笑點，情緒管理直接崩潰。一句話，這不是動畫，是中國動畫人對好萊塢比的宗旨，但手指比完立刻搓焦。老闆下集經費再加點。彩蛋片尾哪吒啃雞腿時，雞腿商股價暴漲，資本市場永遠比天命更難。